还记得我头看向蓝天的感觉吗？也是东台湾的天空。看到本人当书上的蓝色，才发现安尼的蓝色当久没看到嘞。恬清的山，温柔的风，用心去感受。無論喺生活當中遇到幾多嘅困難同煩惱嘅事情，都做得暫時放下來，呀，就係大自然嘅美好。今半日，我哋來到花蓮嘅最南端玉里鎮，拜訪一位台灣大成級嘅綠樹子。啲嘅樹項冇種唔好、種唔上嘅植物，韓國佢有生人嘅工作同生活，就係種樹嘅。佢生來有幾愛種樹嘅呢？我林務局創辦34年，培養嘅樹養上2人頭，歡迎大家來到我嘅江綠世界。看起來當老師嘅吳正勇，唔少基本大家熟識，大家還真嘅冇機會去了解，佢是喺全台灣大頭名嘅樹嘅博士哦。而家特別就係我大開醫沙氣，而家特別我哋開醫就係2年間工商事案的大禹治水，大禹勝利。啊，而沙氣而特別樹嘅就係我哋沙氣建設計劃加合作。啊，而特別就係而種有樹就我哋我成日咧對水加下，特別種嘅細樹呢個，加係題目就係講會做800種樹，成日咧生量。啊，到佢學校讀書噶，佢就做得下課，全都不靠喺團隊，當天時人嘢，佢就做得到咧，生了量啊，將切困難，將轉，20多年樹嘅命大條咧。吳正勇唔但唱為自家生人嘅種樹嘅，還靠為全社區嘅人種樹嘅，因為佢一切都同規嘅社區盡做係佢大花園。也係樹嘅學人按照挑戰的啦，我依個青江里，也係台灣重要的樹嘅一種。學人呢，江山可以嘅嗰啲，所以用到腳頭啦，多嘅嗰啲，也就會做多柄嗰啲，起好吹了。因透過老人家特別講政府18項，8項都是腳頭柄，所以我本身呢，認識咧也係吹了講。我呢個腳條片，到底咪係做，都係一種樹嘅做，所以咧都樹嘅動力。你普通嘅整條樹嘅嚟講，你差唔多用嘅半年1年都浸水都冇睇嘅，而家用嘅多你3年多，所以仲有一點就本身呢去認識也係樹嘅做物嘅。從小喺福卡天樹做田社嘅吳正勇，對種樹嘅有一種生下來就有嘅熱情。喺啲林務局玉里工作站服務為34年，退休過後，佢還喺林開野稻植物。我哋苗圃係我102年退休後做。我本來係天的改做苗圃，因為我一家學生裡面課，我上班未做了，所以我哋要介紹講，我哋特別培養嘅特別樹種。然後我已經牛樟啦，講學按照種秧啦去變動，然後政府透過做解種秧股嘅材料為滅鐵的，所以呢冇法度天然氣傳染下去，所以會用人工來做。啊，人工來做，你若用樹枝呢嗬，佢會變種，所以我用到了。插枝來做，佢就唔會變種，所以咧種秧啊，也都係台灣3國風，也都係呢楓樹地背呢，唯一唔會楓葉嘅就係兩種嘅楓樹，佢咧你也對台灣咪當手咧，所以我保護佢咧，所以我就讓佢做起來。啊咧，同吳正勇講到種樹嘅話題，佢就講唔會停。一方面係因為佢完全樂在其中，唔過更加重要嘅係，佢決定想要同所有嘅種樹嘅知識還有經驗，同更加多嘅人分享。你都苗圃設嘅意思就是講，會鼓勵人種樹嘅啦。
啊，毋过伊若从树用摸哪汁就死体，所以俺俩培养的树的落一半冇重要，俺培养下汁，你种落去，照顾甲下，你咪下强送到，又按抬头咧，又按杂性，抵抗环境的能力呢下强。谈香了，谈敲本来免推翻的东西啊。啊，毋过你了含白你世界了样的资源都减少，所以你要去甲培养，啊，了培养你了那一般树的冇重要，会基辅的拍沙个你就袂送，你若蛋土基袂送，所以了种树的都会用了种的假好，不基辅当培寄生植物的基础都出来，啊，所以我就了顺头了做实验都会做了啦。咱唔系讲，你当强，唔系安样去，咱就当到零散，弄到学员该记得学种唔袂好，慢慢种啊死体，慢慢种啊死体，该就会冇了解树的老基的关系。你后背你抢石头，你就会死体。我意思讲，我学了我改革当时改革你咧问我的问题噶吼，你唔是讲切唔到我做唔出，安样你的投资袂浪费。看到你做好，我心肝都好。工作种树位，退休种树位。吴振勇的宝岛土地乡3万公园，为台湾保有丰富多年的树种资源，奉献本后代人，也就是传承的意义。苗圃尽量都是讲台湾合手的、合为密体的、甲合重要的使用的，像到现在你看的中央、凤头产、炭敲，你也都了消费当欠的材料。啊，不过你也冇做，你也用进口，含把进口冇甲营养个啥，所以你要自家做，你也做，都是留本后台讲，含把有了样的材料，我做了基础本事后上因。树的一道价钱，我唔晓算，因为我唔是做生意。该嘛唔系爱方向，爱方向就讲树的种起来，本应种被长，种被摘，即系工业效益就像安尼空气，后台因有好的材料好用，唔系讲一条几多钱，该爱唔晓。亦有机会，吴振勇出位到各地演讲，讲其种树的心得。同其拜师学艺的人，有当到大学教书，甚至有企业的带头家。不过吴振勇最满意的学生诶，就是自家的朋友。Hello，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两只特别我不较主办，伊个嘛系我退休后生意咧要抬咧，冇都不较中落去读书吼，我收两只学生诶，所以你也记咧做了中央的文台诶。文台就下功夫，紧会减活咯。你莫讲讲了树紧也不等，人产电也不等你做诶，因为你苗圃会就当背，你咧种落去，伊也浸水浸了死了，大尾，所以你当作树咧种，死就下了大尾，伊唔会歹水。你若剪体，伊紧会等诶。伊了上口啦，密合了后吼，伊就一季完3季以上，伊唔会打伤。你要盘得来攞会紧，收得紧，你当伊上线就紧落，当啲肾脏就会下好，啊紧嘞。看到李延吉点亲的草地老公的顺风做事，虽然画面看起来温驯和谐，不过外汉系上的闷，对先生差不多同所有的时间同精神都拿来种树的嘞，其实抗议过嘛。我困机哦。总是该专注的神情，来动欣赏其安样的做事的态度。而且我是还有欣赏的一件事，就是说哈，别人种不活的，或者是说不会的，只要放在我老公的手上哈，他就可以把他救活了。我常常跟他说哈，你就好像是一个树的医生一样啊。唔知迄先生搞到太好诶，还係李延吉其實也係天生嘅園藝專家。常年聽啲老公嘅順風，受到假影響，李延吉未投入到種樹嘅世界。
这里是我专属的园地，里面种了好多好多我好喜欢的植物啊。最主要我会投入在这个植物里面，是因为孩子长大了，到外地求学，而那时候的生活重心不知道做什么，我自己发想说，希望找事情做。那因为我以前有协助先生一起育苗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我自己来试一试。我从无看顾它慢慢的长成树，我觉得发现我真的做到了，我非常的开心。我每一次看到从种子育苗出来，然后一直长成小苗到大树，其实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其实我觉得在这心情的疗愈非常有它的作用。每次到我到自己这个园地，即使是我自己一个人哦，我还是非常的开心。我很专注在看顾的每一棵小树苗，就像在看顾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吳正陽一直以來嘅信仰係，種一條樹就係七葉豐富。佢也相信自家嘅幸福家庭就係用心種樹嘅，將會種出很多嘅福氣。恁講恁來秀土啊，啊恁來認真種，啊甲伊家用手因有忙土不樣，恁有送到濟，甲漢那講，唔講較冇講，明白？我緊認為講，咱若好好做。樹嘅總比多，總比降，富人開價。我相信吼，生命嘅部分我抬個降不樣，抬個好不樣來。一片看起來無按整齊嘅樹苗，其實係兩公婆努力嘅成果。唔單淨係因為每一頭都係台灣珍貴嘅樹種，更加重要嘅係每一頭都係兩公婆共下親樹同細樹苗變做大樹誒。這棵是我培育扦插的小苗，然後長成這麼大了。對，3年的時間長那麼大。哇，好。所以大家認為說檜木長很慢，其實是根系的問題。真的。該根系啦強，自然都會抬頭啦。該呢？該嘛可以用誒。哇！一走進來我就一直找，我培養的樹苗在哪裡呢？然後那種成就感實在是沒有辦法，而且那種喜悅感沒有辦法去用言語來形容出來，看到就非常開心的笑。這棵小蘭，這棵黃樺，你看這兩葉不一樣。啲吳正陽同樹位共下嘅商業地度，講嘅係人對樹位嘅照養。其實唔是多講，樹位咪教人對生命嘅體驗觀察，還有同自己心來對話。人生短短啊，樹嘅壽命比一日創幾多百倍，你自家種冇幾多條啦，你那到熱到人未種吼，都種係熱到樹嘅，看到人的辛苦，看到人的辛苦，你自家都體會你就明了吼，大家。認真來認識樹嘅，好好種樹嘅，有問題進來。唔講話行啲路巷，看起來就係一位平凡嘅阿伯。唔過講到種樹嘅，岩時就變做專家嘅吳正陽，因為佢有責任感嘅，堅持要為土地上嘅子子孫孫種一頭又一頭嘅樹嘅，變做一棵生多洋洋嘅樹苗。感謝熱切為一塊土地帶來福氣嘅吳大哥，為其他台灣嘅綠色造福力量更來更強。下段節目，我哋會聽聽花蓮偏鄉嘅小朋友共下去上園藝課，看看那一道啲園藝活動當中，並下壓啲表現最爭鬥嘅小朋友，啲嘅做乜嘅呢？有位係聽定進來哦。
中学应该是成人的经历当中最欢喜期待的事情。不过，唔係每一個成人呢，喺中學過後都做得到咁多溫暖嘅活卡。嗰所花蓮鳳林嘅迎親社區出現呢特別嘅皮托班，第部嘅先生就像係成人呢下課過後嘅爸爸媽媽，係成人呢安心又安全嘅話課。一開始會成立這樣子一個陪讀班，只是因為我帶了2個孩子進到部落裡面來，小朋友說你家好好哦，有桌子可以寫，所以他們就進到我們家裡面來一起寫功課。一開始其實只是這樣子而已，後來就無心插柳，然後就變成這麼多孩子。雖然皮托班用心提點成人的做課後輔導，甚至請義工，能夠開成人的有興趣嘅才藝課程。不過後媽媽總係知道，同有對成人的之間還係衝架嘅一撮橋，冇辦法了解成人的個心。我想找一些方法，不一樣的方法去接近孩子，因為我發現國中生你可能可以坐下來跟他聊天跟談心，可是面對國小生你沒有辦法坐下來跟他聊天跟談心，他不知道在講什麼，你也抓不到任何的重點。就我其實可以普遍觀察到，我有幾個孩子可能狀況比較不優，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切入跟他們聊天，可能也因為小，我覺得倒不是反輩，是因為小不知道要說什麼，不知道怎麼去表達他自己。後媽媽講嘅無強用嘅方法，就係願意付出療育課程。我當好奇，先生會為亞群需要人特別照顧嘅成人呢，設計樣嘅一課程咯。今天上的課程是帶孩子到田裡面去種植他自己喜歡的一個蔬菜。那今天的課程主要是要讓他們就是親近土地，就是讓他們在田園之間去找到自己。去青青老師那邊領苗跟工具，好不好？要從這邊拿，這樣子拿好，它苗才不會受傷。好。成人呢雖然乖乖排出去兩菜苗同產呢。唔過先生還蠻教大家用嘅種菜苗，差唔多所有人出3萬斤啲嘅野土咧。做乜嘅先生都唔去主動呢？他們失控的狀況比第一次還好，他們第一次是更失控的。第一次本來也是預設說讓他們種植就是蔬菜，可是那一天幾乎整1小時半都在挖土。然後挖那種很大顆的石頭出來。那時候有跟陪讀的老師聊，然後就有聊到他們那一陣子的狀況，就課業壓力啊，還有在學校上課的狀況，就是他們的身心靈狀態是比較緊繃的。然後我們就聊說，哦，那就讓他好好發洩。所以第一次去田裡面種田的時候，他們是從頭到尾都是在挖掘東西，就很像在我自己看啊，他們很像在找自己。當真就像先生講嘅，成人呢啲專心敬業，一段時間過後，就像係釋放壓力。故所就有成人呢開始調靜下來，專心種菜嘅，還有成人呢展現呢本人想都想唔到嘅創意。你在做水果？大石頭，為什麼有大石頭？不是啊，換成這間啊。不用。陳建明，這個是什麼？植物的家。哪裡是植物的家？你可以比給我看嗎？給他以後就沒有。那裡面是什麼植物？辣椒。辣椒。所以你有開一個洞，要讓它長大就對了。那你澆水了沒？建明？澆啦。澆了哈。好。這邊是我澆水的地方。李老師。然後嘞，澆完水以後嘞，蓋起來。請問你的橋叫什麼名字？石器時代強化版。你超有想象力。你把它打幾分？等一下，看着我講打幾分89分。我們在帶活動的過程當中，會有很多意外產生。那其實我們相當樂見這些意外的發生，因為這些意外都是孩子在展現他自己真實的樣貌。至於他有沒有完成種植這件事情，其實就不在我原本設立的主要目標。就是如果說他在他的生活或者是在他的課業上有遇到一些沒有辦法用言語表達出來的事情，我們都可以透過親近自然或者是種植植物去轉化掉心裡面的一些負面情緒。
所以我们操作的重点都是让他们乐在参与。可能唔會疑乎，安尼嘅課程對成人嘅感真健會有幫助。見皮等觀察成人嘅好媽媽，感受又係樣嘅呢？如果去上這樣課程之後，我發現可以透過種植這個東西，開始跟孩子聊，他慢慢會把他自己的壓力、跟他的狀況、跟他家裡的困難，會慢慢告訴你，更進一步的去了解孩子。就像好媽媽嘅想法同樣，每一個成人呢，就像係發現地度嘅一類寫法。雖然每一類寫法都會用心關懷同照顧，不過人就唔得用自己嘅規矩去限制成人嘅發展，而係用大自然嘅包容，本成人呢實現成長嘅空間，成人呢將有機會開展出本人想象唔到嘅驚喜。咁數個講奇蹟。生下來嘅獎飯兒，又會帶本唔乜嘅客家食物嘅意外驚喜呢？菜瓜一個差唔多每個菜園都會出現嘅植物，唔啲佢做得變做長嘅飯兒作品嘛？菜瓜按樣嘅展現冇共樣嘅獎飯兒呢？昌小薇唔但唱係台灣嘅華語舞王，還出過比賽嘅下擺，本外國人看到也優秀表現。大家好，我係昌小薇，今日老豆仔做嘅係菜瓜布哦。今天要用菜瓜布來插花，是不是很特別呢？剪成我們要的海綿塊，你看剪好了，是不是它有一個微笑的臉，很可愛？好，那今天我就把這個海綿就把它放進去，看花器的大小。我們可以多放幾塊。好，今天我要用的材料裡面有牡丹菊、新點木，還有火龍果、紐扣菊、海芋。像這些花怎麼搭配呢？首先，我用這個漂亮的牡丹菊桃紅色的來做設計。好，先用這個牡丹菊先去做一個這樣的一個焦點，把它插在絲瓜裡面。利用它這個洞口，可以插一些花進去。牡丹菊用好了，我再插一些我的要的海芋的線條。因為它有吃水，就比較僵硬。如果你要讓它有委婉的話，我們用手上的手溫，稍微讓它折一下要的角度，它就會柔軟。先把我的大小先把它抓出來要的弧度。如果它的口徑不夠大，我們可以用手指頭先稍微去把它拉一個洞口出來，才可以插進去。那也可以用剪刀稍微把這個剪一個洞，然後把這個花就可以插進去固定，它就不會倒。因為這個花可以看四面，所以我前後都會有花。那角度給它調不一樣的角度，就比較活。好，再來我就用點葉子，新點木，紅花要綠葉襯哈，一樣，就襯一點葉子。用菜瓜布擦不會輸那個海綿。好，然後再來我就點綴一點我要的小菊，這叫紐扣菊，嘿，是不是很好玩啊？用這個。好，完成咯！今天用絲瓜做的作品叫絲絲入扣，希望觀眾喜歡。生活喺一個自然環境漸來漸少嘅時代，然後用嚟重新尋找同社會嘅連結，全心照顧那愛嘅生命，也係一段自我療癒嘅過程。然後尋到同自然還有土地最親密嘅連結，感受到唔講話，每本人溫暖嘅綠色照顧力量。尋找點親，每做得尋找同生人嘅共用快樂嘅心情。